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北屯的东山路，有人家厝是挖进着山壁，因为连滚啊降落大雨，这个土石放落来，冲入去人家厝，这个土石堆积的关度差不多到大人的脚头有，至少有8户受到影响。 手机断去，土石嘛连落来。另外一边看袂到轿车的链仔，土石流灌要去徛家厝的庄边仔所在，变甲如苍苍。伫咧台中北屯东山路的这边住户，透早9点出门，所看到这个画面。从那边流下来了，然后不到10几分钟，全部都淹掉了。 土石流一直为山壁冲落来，强要变做水墙。原本住户想要救家己的车，不过含细大货车嘛拖袂发。根据中央气象所资料，北屯今仔日累积雨量到中昼12点，已经超过300毫米。没停啊，就是一直下这样子啊，一直下。对。之前有发生过类似的？没有，不成。对，上面是产业道路呀，还是？对。 为空气的角度来看，山顶的树柏叫扫甲断去，路嘛叫土石流砍掉咧。雨直直落，住户干会当先靠家己自救，就算土石流强要淹到人的脚头夫，嘛是要赶紧抢救。我中道大台卡多机无用试伫咧清道路，即摆已经有8户住户受到影响，加在人拢无代志，无性命安全威胁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